意大利专业记者、国际家庭新闻的主编、寒冬网主编马克·雷斯宾第15日在寒冬网发表文章，对新鲜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及其后果进行评论。文章称，自2018年5月初发布以来，寒冬网一直非常谨慎和坚定地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发起的种族灭绝。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种族灭绝这个词不能轻易使用，更不能说是一个轻率的概念了。美国华盛顿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于3月8日所发布的报告中提及，各方专家对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散破坏维吾尔人的行为进行评估，认为严重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符合种族灭绝行为的标准。马克称，是的，在所有可能法律规范和人类理解下，这都是种族灭绝。为了避免重演历史，中国政权能否继续违反世界各国政府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后选择尊重的黄金法则？中国政权与纳粹德国的权重可以不同吗？中国政权可以成为民主社会的伙伴吗？从伊斯坦布尔开始步行游行的5名维吾尔母亲已经抵达土耳其的科加埃利，他们计划步行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近年来，中国将数百万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同时成千上万的无辜儿童被送往所谓寄宿学校，被迫接受汉化教育。几周以来，维吾尔人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举行和平示威，要求中国当局提供他们在东突厥散被关押或被失踪的亲属的消息。同时，在3月8日妇女节，一群维吾尔母亲开始步行游行。中国媒体已经开始使用社交媒体来传播中亚突厥共和国曾是中国一部分的观念。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称，中亚的5个共和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会说维吾尔语。而说维吾尔语的人在这些国家中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这5个国家在唐、元和清朝期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频还说，唐代诗人李白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过去有中国媒体发表题为《哈萨克斯坦为什么不返回中国大陆》的文章，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对突厥共和国的邪恶意图。在哈萨克斯坦政府召见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后，该文章被删除。观察人士说，自1949年占领东突厥散以来，中国已将目光投向中亚，这些国家需要对中国保持警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本星期将与日本和韩国盟友会面，重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应对日益强硬的中国和沉默的朝鲜。此次亚洲之行从星期一开始，行程的第一站是东京，这也是他们作为拜登政府官员的首次海外之行。国防部长奥斯汀已先期抵达东京，布林肯国务卿也已经抵达东京。布林肯和奥斯汀于星期二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2+2会谈。2位美国官员将于星期三启程前往首尔。美国、日本、欧洲和印度领导人上周刚举行4方安全对话机制峰会。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2016年至2020年期间国际军火交易有关的数据信息。据此，土耳其在包括2016年至2020年的5年期间的军火出口，相比2011年至2015年进口则减少59%。报告指出，最重要原因是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美国在2019年停止了 F-35的交付。报告还强调增加产量减少了土耳其对武器进口的依赖。根据该报告，美国是过去5年中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其在全球武器出口中的份额增加到了37%。尽管法国和德国的出口与美国一起增加，但俄罗斯和中国的武器销售却减少了。沙特阿拉伯则是世界第1大武器购买国。